萬能 Key 結餘轉戶計劃減息又減壓，信用卡利息高昂，每月還款只還最低金額，負擔越來越重。萬能 Key 明白你的壓力，提供專業結餘轉戶計劃，協助你將高息卡數轉換為較低利率貸款，即日批核，30秒接聽，無需擔保，真正幫你減息又減壓。結餘轉戶服務內容：轉戶減息，由高利率信用卡轉至低息貸款，立即減低利息負擔；合卡數，將多張信用卡合成一筆貸款，統一還款更輕鬆；彈性還款期，可選最長60期還款，月供壓力顯著降低；清晰條款，無隱藏費用，透明利率，1對1專人跟進。其他貸款支援：萬能 Key 同時提供私人貸款、信用卡整合、物業套現、汽車貸款等服務。申請流程圖：初步查詢及評估，提交資料與信用記錄，財務審批與方案建議，即日批核與簽約安排，撥款及開始供款。實用技巧：提升結餘轉戶申請成功率，整理所有卡數資料，包括每張卡的結餘、利率及最近月結單，準備入息及住址證明，提升信貸評分，讓審批更快捷。清晰表達轉戶目的，如減低利息或每月供款負擔，有助配對最合適計劃。選擇持牌公司處理。萬能 Key 為香港持牌財務公司，信心保證。常見問題 FAQ： 1. 什麼是結餘轉戶？結餘轉戶是將現有信用卡或貸款債務轉至新計劃，通常利率較低，可節省利息。2. 萬能 Key 幾快可以批活？最快即日完成批核，提交資料後約數小時內可完成撥款。3. 是否需要擔保人或抵押？大多情況無需擔保或抵押，視乎個人信貸記錄及財務狀況。4. 可以整合多張信用卡嗎？可以，我們可以將多張卡數整合成一筆貸款，簡化管理。5. 除了轉戶服務，還有其他貸款嗎？有，萬能 Key 亦提供私人貸款、信用卡整合、物業套現、汽車貸款等。查詢熱線：31637742，WhatsApp 63658952。